Hello，大家好，相信你哋對膽固醇呢3個字都唔陌生。今日就等我哋一齊睇清楚佢嘅好與壞。陳小姐你好，你個驗血報告顯示膽固醇有啲高喎。係啊，醫生叫我問下你點樣揀嘢食啊。嗱，我解釋一下先。膽固醇有分好同埋壞兩種。人就話有好人壞人啫，乜膽固醇都有分好同壞㗎？係啊，壞膽固醇係低密度嘅膽固醇，亦都係屬於飽和脂肪，容易堆積喺血管壁裏邊，令到血管變窄，造成咗心臟病或者中風。而好膽固醇咧係高密度，屬於不飽和脂肪，能夠幫助清除血管裏邊嗰啲壞膽固醇㗎。原來係咁，咁我平時喺飲食方面應該要點樣調整呢？重點就係識得揀嘢食，乜嘢可以食多啲，乜嘢係要盡量避免。例如嗱，你睇下呢啲圖片，好似呢啲嘅肥肉啊、動物皮、內臟、全脂奶製品、牛油、椰子油，都係一啲嘅飽和脂肪食物，要限制㗎。而至於呢啲嘅煎炸食品啊、餅乾、蛋糕，可能咧係含有一啲反式脂肪嘅加工食物，就要少食啦。哎呀，我最中意食豬手同雞翼㗎，有冇方法可以食得安心啲啊？咁啊，等我諗下先。其實你可以試下用蒸、煮、烤，又唔好加油嘅方法去烹調，間中食下都得嘅。好啊，咁我就今晚試下先。咁另外我有啲咩係應該要多啲食嘅咧？你多啲食一啲譬如高纖維嘅食物啦，燕麥、糙米、豆類、蔬菜水果，因為呢啲食物都有一啲嘅膳食纖維，可以減少腸胃道吸收膽固醇嘅噃。用油方面咧，要揀啲不飽和脂肪啦，例如橄欖油、芥花籽油、堅果或者牛油果。營養食物咧，你就要揀啲優質嘅蛋白質，例如三文魚、青魚同埋一啲去皮嘅雞肉。哎呀，講起雞肉，聽講雞蛋唔可以食喎。呢啲都係一般嘅誤解，以為咧蛋黃係有膽固醇就好驚。其實蛋黃咧係有多種嘅維生素，每一日食1至2隻雞蛋係冇問題㗎。咁屋企煮咧就容易揀，但係出街食我又應該要點揀呢？有幾個小技巧嘅，你試下揀啲湯麵咧，比揀炒麵好，因為可以少啲油啊嘛。有醬汁嘅話咧，就叫佢分開上啦。咁你自己控制翻啲份量。蔬菜嘅食物多啲點啦。就唔好揀一啲酥皮、煎炸、油炸嘅菜式咯。咁除咗飲食之外，聽講做運動都可以減走啲膽固醇㗎喎。係啊，你可以每星期至少做150分鐘中等強度嘅運動，例如好似急步行、游水、踩單車都可以㗎。最緊要就係持之以恆。聽你咁講，又好似冇咁難咯喎。我一於聽日開始先。慢慢嚟啦，唔好心急。我俾一啲簡單嘅飲食同埋運動嘅指南你睇下，跟住做3個月之後再檢查一下，相信你一定有改善㗎。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就更有信心啦。多謝你啊，黃姑娘。唔好客氣，記住健康飲食唔係剝奪，而係聰明嘅選擇。加油啊！除咗以上膽固醇健康飲食之外，如果想知更多健康資訊，請瀏覽以上嘅網址或者聯絡我哋啊！再見。